各位好，肝癌權威潘東平醫生一家被鄰居入稟控告鋼琴噪音滋擾嘅官司，尋日喺區域法院有新發展。鄰居一方申請引用專家報告，希望透過樓板敲擊同喇叭測試，證明潘家嘅隔音設備無效，但係被聆案官駁回。先講返件事嘅來龍去脈。2024年3月，潘東平一家4口，包括佢太太彭詠芝同2名女兒，俾樓下鄰居安寧入稟，控告佢哋喺貝沙灣單位內彈鋼琴造成噪音滋擾。原告要求法庭頒發禁制令，禁止潘家繼續製造噪音，仲要索償。案件至今糾纏咗2年幾。尋日嘅聆訊核心爭議係鄰居可唔可以揾專家嚟證明噪音確實存在。鄰居一方話，潘家雖然話已經安裝隔音措施，但琴聲仍然透過地板傳到樓下天花板。專家可以用樓板敲擊同喇叭模擬噪音水平，但係潘家嘅反駁係咩呢？佢哋話個鋼琴好貴，唔可以俾外人彈。如果要潘家自己彈嚟測試，又會引起更多爭議。彈咩曲目？Old MacDonald 定係貝多芬？而且指控涉及2015年嘅琴聲，2個女嗰陣先幾歲，10年後已經大過晒，根本冇可能重現翻當年嘅琴聲。結果聆案官話，佢懷疑專家意見究竟係幫到法庭，定係反而令議題更複雜，最終駁回鄰居嘅申請。問題嚟啦，如果原告連專家報告都唔俾提交，佢點樣證明噪音存在？潘家句鋼琴太貴唔俾人彈，就可以令專家測試做唔成，呢度公平咩？再回顧一下潘家近年嘅爭議，潘東平嘅女兒潘希純舊年以一個叫若倍安心嘅 AI 網頁平台，橫掃多個本地同海外創科比賽獎項，但係後來被揭發呢個平台呢，其實係由美國 AI 公司 AI Health Studio 呢代工製作。該公司聯合創辦人親自發聲明，話受潘太委託製作，從來冇被告知會用作參賽。換句話講，請槍嫌疑極大。潘東平當時回應話，相信比賽單位有公正判斷，冇正面否認，亦都冇道歉。由若倍安心請槍風波到而家鋼琴噪音官司，潘家嘅應對模式好一致，有爭議嘅時候就企硬唔讓步，用法律手段反制。今次連專家報告都唔俾鄰居提交，更加令人質疑有錢人嘅法律資源係咪真係可以將公平玩弄於股掌之間？呢場官司仲未完，鄰居點樣繼續打落去，拭目以待。歡迎點讚同埋 subscribe，我哋下次再見。